在地人在地前要来介绍屏东市2间，拢已经徛40-50档的台式的早餐店。一间伫大埔卖碗粿，坚持纯手工的制作。这个碗粿馅料真香，食就真顺口。另外一间是伫北区的菜市仔底卖肉丸的，安尼皮薄 Q 底底。 肉嘛真香，是正人少年的好滋味。有真侪在地人，拢是为细汉食到大汉。人客一个拄一个，内底做肉丸的手嘛无停落来过。碗内底是先放粉浆，再搁放肉，搁来就是炊，搁来南酱。猪油含盐水做香的，每一个人拢点3-4粒以上。皮薄搁 Q， 好食才会得志。屏东北区市场这间肉丸店，从小店仔开始已经传到第3代啊。肉是用前腿肉，肉质会也是一样比较嫩，不会那么柴。后腿肉的话就会比较柴。坚持品质，甲人客留落来，做侪人自细汉食到大汉。我做囡仔就有啊。我你们食40年。哦，40年。唔那是肉丸，另外伫大埔的这间卖碗粿。 头家娘骹手真溜利，每一粒碗粿看起来拢是短短，粉椒嘛真讲究。拢在内米，在内米。嘿，因为这种较传统的物件吼，这拢在内米，啊，拢完全手工较济啦。碗粿内底还有规粒的咸卵仁、香菇、脆粿碗粿，每一喙吃落拢香滚滚。就蛮传统的，然后对不会太油腻。一代传一代，两间店拢是透早的开门营业，嘛变成是屏东著名的台式早顿。食了的碗粿含肉丸，真香真好食，还佫有满满幸福的感觉。